佢用條命去搏，用自己嘅健康去換嚟嘅係咩？係一個男人喺佢最脆弱嗰一刻頭也不回地離開。呢個唔係電視劇，係真人真事，而佢只係今日5對入邊嘅第一對。香港娛樂圈30幾年，從來唔缺女強男弱嘅組合。有人錯付青春，有人忘恩負義，有人同床異夢，假面到底。歡迎收睇茶餐廳八卦台。今日呢5對，一對比一對離譜。我哋開始，但我要講清楚，第一對唔係最出名，但係最慘烈。佢用條命去搏，係用自己嘅健康去換嚟嘅係咩？係一個男人喺佢最脆弱嗰一刻頭也不回地離開。係第一對，係沈殿霞同鄭少秋。講起香港娛樂圈女尊男卑嘅開山鼻祖，呢個名係繞唔過去嘅。沈殿霞，肥姐呢個名喺香港電視史上係一個傳奇。60、70年代入行，憑住天生嘅幽默感同感染力，由一個普通藝人做到香港電視娛樂節目嘅一代女王。歡樂今宵年年坐鎮，收視長紅，圈內人脈之廣，連無線高層都要賣3分面子。佢識得幾多人，有幾大影響力，睇下佢幫過幾多後輩就知道。而鄭少秋，靚仔高挑有型，入行靠外形，但係早期並唔係頂紅，係肥姐一手將佢捧起嚟嘅。圈內流傳一句說話，冇肥姐就冇大俠鄭少秋。呢句說話係咪100%準確？見仁見智。但係肥姐為鄭少秋鋪過幾多路，動用過幾多人脈，係圈內公開嘅秘密。當年鄭少秋能夠接到《楚留香》《書劍恩仇錄》呢一類重頭古裝劇，背後有冇肥姐幫手疏通關係？圈內人心裏有數。肥姐從來唔係嗰種會坐喺台底等嘅女人，佢係會主動出手，直接搞掂嘅人。佢中意鄭少秋就係咁直接，我喜歡你，我幫你，我要你紅。但係好少人知道，肥姐呢種全力托舉係有代價嘅，唔係金錢上嘅代價，係情感上，係健康上，係尊嚴上，一層一層蝕去嘅代價。1984年，鄭少秋應邀去台灣拍《楚留香生存》，就係呢一趟台灣之行改變咗所有嘢。佢喺片場識到官貞華，年輕靚清純，得緋聞咧冇幾耐啊，就傳翻香港，傳媒狂追，圈內震動。肥姐知道之後係點反應？冇大爆發，冇公開撕破面，佢做咗一個好多人都意想不到嘅決定，傾盡資源，想辦法箍實呢個男人。喺1985年，兩人倉促結婚。婚禮嗰日，表面上風光體面，賓客如雲，傳媒爭相拍攝，肥姐笑容滿面，白色婚紗穿在身上，全港祝福。但係好少人知道呢場婚禮背後係肥姐嘅第一次妥協，唔係喜悅嘅開始，係一場以退為進嘅豪賭。佢賭嘅係只要結咗婚，男人就會收心。點知呢場賭係佢人生入邊輸得最徹底嗰一次。婚後2年呢，肥姐懷孕咗，外界以為咧係一個好消息嘅，但係認識肥姐嘅人都知道呢個消息背後係一個女人用盡最後一着嘅決心。1987年，肥姐已經42歲，42歲喺1980年代嘅香港醫療條件之下，呢個年紀懷孕唔係普通嘅高風險，係超高風險。更何況肥姐本身因為體型問題，孕期患有高血壓同現身糖尿嘅風險極高，醫生唔係冇警告過佢。想象一下嗰個畫面啦，就係病房入邊白色燈光啦，消毒水味道夾雜住藥水氣啦，醫生企喺床頭，表情凝重，逐點講清楚風險：高血壓、糖尿、早產、大出血，每一樣都係威脅。肥姐咧就喺病床上面，雙手放喺隆起嘅肚皮上面，冇說話，只係靜靜地聽住。醫生問：你真係要繼續？肥姐點頭：
冇猶豫，整個孕期佢要打安胎針，要長期臥床，要嚴格控制飲食。以前嗰個可以喺台上唱唱跳跳，全場最開心嗰個肥姐，消失咗換嚟嘅係一個日日躺喺床上默默數日子過嘅女人。最後佢係剖腹產嘅。1987年5月，鄭欣宜出世。肥姐事後咧喺訪問入邊咧講過一句話咧，好輕描淡寫，但係每次聽到咧都係心頭一震。生欣宜係揾自己條命去搏，揾命搏，唔係講笑，唔係誇張，係真實嘅42歲，真實嘅高血壓、衍生糖尿，真實嘅手術風險，真實嘅一條命去換。佢搏嘅係一個家，佢以為有咗個女，男人就會留低。鄭欣宜出世咗，個女健康可愛，肥姐抱住個女嗰陣係佢人生入邊最幸福嘅一刻。但係呢種幸福只維持咗8個月。欣宜出世得8個月，鄭少秋就決意離婚，冇長篇大論，冇複雜解釋，就係要離婚。之後鄭少秋轉頭娶咗官貞華，係嗰個1984年台灣片場識到嘅官貞華。想象翻呢肥姐喺得知消息嗰一刻嘅畫面呢，個女係手臂裏面細細個暖暖地，窗外係香港嘅天空，陽光落喺地板上，電話嗰頭係某個人傳嚟嘅消息，肥姐冇出聲，只係低頭望住懷裏個女，全港譁然，忘恩負義4個字，從此跟住鄭少秋半世，成為佢終身都甩唔甩嘅標籤。肥姐用人脈幫佢鋪路，用婚姻嘗試留住佢，用42歲嘅身體搏一個女兒，用條命去換一個家，最後換嚟乜？係欣宜出世得8個月，一紙離婚協議。呢個世界呢，從來呢唔係你付出幾多，對方就還你幾多。有時候你付出嘅越多呢，對方越覺得理所當然，你越係捨命去托，對方越係輕易飛走。肥姐用條命換嚟個女，換唔到個男人嘅心。呢一課佢用一生去學。肥姐嘅故事係用命換嚟嘅悲劇，慘烈到令人唔敢直視。但係下一對更加殘忍，因為肥姐嘅故事係男方冇良心，但係下一對嘅男人係有良心嘅，唔單止有良心，仲親口喺全港傳媒面前許下咗一個感動到全港人眼濕濕嘅承諾。呢個承諾當年喺報紙頭條佔到成版，全香港都話呢個男人係真正嘅好男人。點知承諾講出口嘅第4年啦，呢個好男人出咗軌啊！而佢當年講嘅嗰句照顧佢一生一世，就成為咗反噬佢最深最狠嘅一把刀。第二對係邵美琪同鄭伊健。咁講起呢對香港30-40歲以上嘅觀眾啦，大概都會有一種複雜嘅感覺，唔係單純嘅憤怒，唔係單純嘅唏噓，而係一種當年明明以為係完美故事，點解結局係咁嘅錯愕？因為呢段感情係由一句感動全港嘅承諾開始，由一個令全港人寒心嘅背叛結束。中間隔住嘅係7年青春，係一個女人最好嘅幾年歲月。要講呢段感情，要先還原翻當年嘅地位對比。90年代初呢，邵美琪係咩人啊？ TVB 當家花旦啦，Maggie 係當時無綫最紅嘅女演員之一。劇集一播，收視有保證。佢嘅名字係香港電視圈嘅票房保證，係製作人搶住要嘅人選。而同一時間，鄭伊健係咩人？兒童節目主持。唔係話兒童節目主持唔好，但係喺香港娛樂圈嘅地位光譜上面，呢個位置同 TVB 當家花旦係有一段距離嘅。兩個人走埋一齊，係邵美琪先主動。係女方帶住男方入圈，係 Maggie 用自己嘅人脈同資源幫鄭伊健打開一線又一線嘅門。呢段感情由一開始就係女尊男卑，但係好少人知道呢種地位上嘅不對等係一個計時炸彈，唔知幾時爆，
但一定會爆。時間去到1990年代中期，香港娛樂圈嘅格局開始變㗎。鄭伊健接咗《古惑仔》系列，《古惑仔》係咩？係香港電影史上最具代表性嘅青春黑幫電影系列。陳浩南呢個角色令到鄭伊健一夜之間成為全港年輕人嘅偶像，片場嘅通告排得密密麻麻，唱片公司搶住簽，廣告商搶住合作，媒體追訪唔停。佢嘅地位呢，以一個難以想象嘅速度飛速爬升。而就喺同一時間，邵美琪出事啦。1995年，邵美琪積勞成疾，身體出現嚴重問題，診斷結果係肝病同肺積水。肝病、肺積水呢兩樣嘢疊加埋一齊係非常嚴重嘅健康危機。邵美琪要全面停工休養，唔可以拍劇，唔可以出席活動，容貌因為病情而變得憔悴，情緒亦都極度低落。一邊廂係男方事業起飛，如日中天；另一邊廂呢，就係女方停工養病，形容憔悴。兩個人嘅地位喺1995年完成咗一次徹底嘅逆轉，快過任何人嘅估計。逆轉發生之後，外界開始有聲音，傳媒開始問鄭伊健咁紅咁靚仔，會唔會嫌棄病重嘅女友？佢係咪仲會留喺邵美琪身邊啊？呢啲聲音越嚟越大，越嚟越多，最後逼得鄭伊健要正面回應。就係喺呢個時候呢，佢做咗一件事，令到全港人對佢嘅印象嚟個180度改觀。佢企出嚟面對全港傳媒，講咗一句說話：我會照顧邵美琪一生一世。就係呢句說話。想象一下當年嗰個場景，記者會現場鏡頭密密麻麻，鄭伊健站喺台前，表情認真，眼神堅定，唔係讀稿，唔係照本宣科，係望住鏡頭，清清楚楚講出呢句說話。記者會完，呢句說話即刻登上香港各大報紙頭條。鄭伊健，我會照顧邵美琪一生一世，全港震動。一個正值爆紅、前途無限嘅年輕男星喺女友最脆弱、最需要人嘅時候，公開許下呢個承諾。幾多女人睇到呢個新聞，心諗世界上真係有呢種男人？幾多人話鄭伊健係絕世好男人，係香港娛樂圈最有情有義嘅男星。佢喺絕世好男人嘅神壇上坐得穩穩當當，但係好少人知道咧，呢句說話係一個計時炸彈，引線已經點着，只係所有人都唔知道嘅，包括鄭伊健自己。邵美琪繼續養病，繼續等，鄭伊健繼續紅，繼續飛。兩個人嘅世界喺呢幾年裏邊越走越遠，男方嘅通告咧多到接唔完，女方嘅世界收窄到得返一個病房一個家。男方每日見嘅係新嘅面孔、新嘅機會、新嘅誘惑。女方每日見嘅係同一面牆、同一扇窗、同一個等待。兩個人嘅距離唔係空間上嘅距離，係生命狀態上嘅距離。呢一種距離係最危險嘅距離。邵美琪順住嗰句一生一世繼續等，等咗7年。1999年10月，就係呢個月，香港娛樂圈發生咗一件事，震驚全港。有傳媒影到梁詠琪從鄭伊健嘅屋企步出，唔係普通嘅步出啦，係以一種勝利者姿態步出啦。梁詠琪，Gigi 當時同樣係香港最紅嘅女星之一啦。咁畫面一出咧，全港譁然。香港傳媒即刻冠以一個名，雙旗奪面，邵美琪同梁詠琪兩個旗，一個出局，一個勝出。而喺呢一刻，所有人都記起咗鄭伊健幾年前講過嘅嗰句說話：我會照顧邵美琪一生一世，一生一世。原來一生一世係由承諾講出口到背叛發生，中間得返4年，承諾背叛，7年青春，一夜成空。一生一世4個字喺呢一刻咧，由當年感動全港嘅金句變成反噬鄭伊健最深最狠嘅一把刀咧。佢當年喺神壇上坐得有幾高咧？呢把刀咧就插得有幾深。雙旗奪面之後咧，邵美琪選擇沉默，冇大爆發，
冇傳媒哭訴，冇要求任何人同情，佢只係慢慢淡出公眾視野，重新整理自己，繼續生活。呢一種體面係另一種嘅心碎，因為大聲哭出嚟係痛，但係唔出聲係更深嘅痛，係嗰種痛到連哭都唔知從何哭起嘅痛。邵美琪錯付7年，7年係幾多個日日夜夜，係幾多次等電話、等消息、等一個永遠唔會準時出現嘅人啊，係病床上幾多個靠住一生一世呢句說話撐落去嘅夜晚啊，而換嚟嘅係一個男人喺地位反超之後，選擇咗一個更新鮮嘅人。鄭伊健呢唔係冇良心嘅人。呢句說話呢，唔係替佢開脫，係一個觀察。佢當年講一生一世係真心定係場面說話呢，已經冇辦法考證。但係有一樣嘢係確實嘅，男人上位之前，承諾係定心丸；男人上位之後，承諾係廢紙。呢個規律啦，喺香港娛樂圈一次又一次重演。邵美琪唔係第一個，亦都唔係最後一個。佢錯付7年青春，換嚟一個教訓：女人嘅托舉從來唔係保險。你幫佢飛得越高，有時候佢就離你越遠。邵美琪輸在太信承諾，輸在以為付出咗就有回報，輸在等咗7年，等嚟嘅係另一個女人嘅勝利姿態。呢種傷係一刀刀割嘅傷。咁但係下一對呢？係另一種境界，因為下一對嘅兩個人呢，都唔係好人，唔係一方出軌一方受害呢種簡單格局，係兩個人都有問題，兩個人嘅底褲都穿晒，但係為咗利益同家族面子，兩個人居然可以十指緊扣坐埋一齊。面對全港傳媒扮演最恩愛嘅夫妻，呢種假面唔係普通嘅假面，係一門藝術。而令呢門藝術徹底崩塌嘅係一盒錄音帶。2009年5月，呢盒錄音帶流出嗰日，係香港娛樂圈史上最狗血嘅一日。裏面裝住嘅係呢對夫妻所有嘅秘密。而當所有秘密都攤喺陽光底下，你就會明白，原來假面情侶呢4個字係可以演繹到咁高嘅境界。第3對係郭可盈同埋林文龍。講起呢對，要先講清楚一樣嘢。前2對嘅故事係女強男弱，加上男方負心嘅標準格局。肥姐托舉鄭少秋，換嚟忘恩負義；邵美琪撐住鄭伊健，換嚟背叛離場。但係第3對唔係呢種格局啦。第3對嘅故事呢，係兩個人都有問題啦，係一對明明底褲已經穿晒，私底下各有各玩嘅夫妻。為咗利益，為咗家族面子，為咗一個對外嘅完美形象，居然可以十指緊扣坐喺記者會台上，對住全港傳媒扮演最恩愛嘅神仙眷侶。呢種功力呢，唔係人人有，呢種假面呢，係一門藝術。郭可盈 TVB 4大花旦之一，喺90年代至千禧年代嘅香港電視圈，郭可盈嘅名字呢係有份量嘅。刑事偵緝檔案系列奠定咗佢嘅地位，收視長紅，觀眾緣極好。熒幕上嘅佢係聰明、幹練、有型有款嘅女警形象，深入民心。但係郭可盈嘅底氣唔單止係靠自己嘅演藝事業，佢背後係一個龐大嘅家族。郭可盈嘅家族係香港塑膠行業嘅大亨，身家200億計。唔係娛樂圈嗰種明星有錢，係真正嘅商業王國，真正嘅家族財富，真正嘅豪門背景。而林文龍係咩人啊？靚仔，有型，演技唔錯，但係論名氣唔及郭可盈，論財力差得更遠。論家族背景係完完全全標標準準嘅豪門敘述格局，兩個人走埋一齊係典型嘅女尊男卑，女方係花旦係富家女，男方係靠女方嘅光環同資源行走娛樂圈，表面上係一對令人羨慕嘅銀幕眷侶，私底下好少人知道呢對嘢嘅底褲呢早就穿晒。兩人公開戀情之後，形象管理做得非常到位，
公開場合十指緊扣，笑容燦爛，出席活動你儂我儂，眼神交流，一切都係恩愛夫妻應有嘅樣。傳媒影到嘅每一張相都係娛樂圈模範情侶嘅教科書級示範。觀眾睇住覺得呢對係真嘅，係真心相愛嘅，係值得羨慕嘅。但係喺呢個完美表面之下，係兩個人各自嘅秘密，係兩段見唔得光嘅關係，係一個遲早會崩塌嘅謊言。引爆呢個謊言嘅係一盒錄音帶。2009年5月，香港娛樂新聞界發生咗一件大事啦。一盒錄音帶流入傳媒手中，錄音帶入面係一把聲音疑似林文龍嘅聲音，正在向一個人求情，要求對方交還某啲證據。呢個某啲證據係乜？係林文龍出軌嘅證據。出軌對象內地女星董維嘉。消息一出，香港娛樂圈即刻炸鑊。想象一下嗰日嘅場景，娛樂新聞室入邊，編輯對住個電話，聽完消息之後放低聽筒，轉頭對同事話：快啲，呢單嘢大件事。電視台外景車即刻出動，記者趕往相關人士住所守候，各大報館連夜趕稿，務求搶先報道。香港市民打開電視睇到呢個新聞，第一反應係唔係真嘅，係林文龍，係林文龍。錄音帶入面疑似係佢求前經理人汪子琪，要求汪子琪將偷食嘅相關證據交還，唔好流出去。求堂堂一個男藝人私底下向前經理人低聲下氣，求對方封口。呢個畫面係幾多觀眾對假面情侶呢個詞最直觀嘅理解。錄音帶流出之後，外界都以為今次郭可盈同林文龍嘅感情係玩完嘅。男方出軌，證據確鑿，仲有錄音帶做實。喺普通人嘅邏輯裏面，呢個故事嘅下一步應該係女方憤而分手或者公開攤牌。但係郭可盈同林文龍唔係普通人，佢哋做咗一個令所有人都估唔到嘅決定。兩個人呢，十指緊扣，一齊召開記者會。記者會上面呢，唔係道歉，唔係解釋出軌，而係反咬。兩人聯手指控前經理人汪子琪，話對方係勒索，話錄音帶係汪子琪用嚟勒索佢哋嘅工具，話一切都係汪子琪嘅陰謀。十指緊扣，眼神堅定，聲音鏗鏘。坐喺記者會台上嘅兩個人唔係一對啱啱爆出軌醜聞嘅夫妻，睇落去係一對同仇敵愾、並肩作戰嘅伴侶。傳媒影住閃光燈唔停，最後呢，汪子琪被送上法庭，被裁定罪成，坐監。郭可盈同林文龍表面上大獲全勝，出軌錄音帶嘅風波就咁俾兩個人聯手壓住，埋入地底。全港傳媒目瞪口呆，觀眾睇住呢個結局，唔知係該憤怒定係該佩服呢兩個人嘅默契。但係故事冇完，坐咗監嘅汪子琪出嚟之後冇收聲，相反佢選擇報復，而呢次報復係香港娛樂圈史上最具殺傷力嘅爆料之一。汪子琪向傳媒大爆，郭可盈自己都唔係清白㗎，唔係含含糊糊嘅暗示，係點名，逐個點名。佢話郭可盈喺拍劇期間曾經瘋狂勾搭，暗中交往過多位當紅男星，點名嘅名字包括李克勤、張智霖、馬德鐘。呢三個名一出，香港娛樂圈即刻地震，因為呢三個人每一個都係當時嘅頂流，每一個名背後都係一段傳媒狂追、觀眾譁然嘅故事。想象一下汪子琪面對傳媒嗰個場面，佢坐定定，表情平靜，逐個名講出口，唔係激動，唔係屈數，係一種我已經冇嘢好輸嘅平靜。李克勤、張智霖、馬德鐘。每講一個名，傳媒現場就係一陣騷動。每講一個名，郭可盈同林文龍精心維持嘅模範夫妻形象就再崩塌一分。汪子琪爆料之後，外界終於開始拼湊出呢一段婚姻嘅真實面目。林文龍有出軌，
郭可盈有出軌，但係兩個人為咗利益同家族面子，唔單止冇離婚，仲可以聯手開記者會，十指緊扣對住全港傳媒扮演恩愛夫妻，仲可以將一個講出真相嘅人送入監獄。呢種功力係咩？唔係假面情侶，係假面戰友，係兩個人心裏面都清楚各自嘅底細，但係因為利益一致，所以可以拋低所有個人恩怨，並肩企喺同一條陣線上面，對住外部威脅，明明底褲穿晒，卻可以演得比任何人都體面。呢種境界喺香港娛樂圈係絕無僅有。有人話郭可盈同林文龍嘅婚姻係商業計算多於愛情。呢個說法係咪正確？冇辦法考證，但係有樣嘢係可以肯定嘅，呢段婚姻裏邊，愛情所佔嘅比例遠遠少過利益、面子同家族背景所佔嘅比例。兩個人嘅關係係建立喺一個共同嘅利益基礎上面，只要呢個基礎仲係存在，兩個人就可以繼續維持呢個假面。呢對唔係假面情侶，係假面戰友，各玩各嘅，演俾全世界睇。明明底褲穿晒，為咗利益同家族面子，依然可以拖手扮恩愛，將假面情侶演繹到一個前無古人嘅境界。呢種境界係唏噓，亦係諷刺。郭可盈同林文龍係用利益綁住嘅假面戰友。呢對故事係關於兩個精明嘅人如何用計算代替感情，將一段婚姻變成一盤生意。但係下一對完全唔同格局，因為下一對根本冇乜利益可言。有嘅係一個女神同一個靠女神生存嘅男人，女神供住佢，帶住佢出入上流社會，俾佢住豪宅，有司機接送，喺波場上面昂首闊步，而全港傳媒只係用3個字形容呢個男人：軟飯王啦。但係呢個軟飯王嘅故事唔係想象中咁風光，因為喺女神離開之後，佢嘅結局係香港娛樂圈所有食軟飯男人最典型、最殘酷嘅示範。第4對係關之琳同黃家樂。講起呢對，氣氛要轉一轉。前3對係悲劇，係憤怒，係唏噓。肥姐用命去搏，邵美琪錯付7年，郭可盈、林文龍各玩各假面。到底每一對都係沉甸甸嘅重量。但係第4對呢，係另一種感覺，唔係悲，唔係憤，係一種睇住個男人靠女神上位，然後俾女神拋低，然後即刻打回原形嘅複雜嘅有少少爽感嘅唏噓，係香港娛樂圈食軟飯故事裏邊最典型、最教科書級嘅一個示範。關之琳係咩人呢？香港4大美女之首，呢個之首唔係隨便講嘅，喺香港娛樂圈公認嘅4大美女關之琳，張曼玉、鍾楚紅、王祖賢，關之琳排第一。佢嘅樣貌啦，係嗰種令人睇一眼就記住，再睇一眼仲係覺得不可思議嘅樣貌嘅。五官精緻到好似係人工雕刻出嚟，但係偏偏係天生嘅，係老天爺特別眷顧嘅一張面。演藝事業方面嘅嘛，加上佢本身身家豐厚，氹嘅兼剛獨到，屬於嗰種咧卡基他騎士也舌梯嘅頂級女神。而黃家樂係咩人呢？首席男模，生得高大靚仔，身材比例極好，係當時香港 modeling 界嘅頭牌。但係男模嘅收入同地位同關之琳呢種級別嘅女神呢，係差天共地嘅，唔係差一個檔次，係差好多個檔次。就係呢兩個人喺2000年走埋一齊。2000年，關之琳高調宣布同黃家樂拍拖，消息一出，傳媒即刻追訪，因為呢一段戀情實在係太過視覺衝擊香港4大美女之首，牽住手嘅係一個喺娛樂圈毫無地位嘅男模，無論地位、財力、名氣，全部都係女方遠遠高於男方。而關之琳對待呢段感情係出名大方嘅，圈內咧流傳黃家樂喺呢一段感情裏面嘅生活質素咧係得到大幅度提升嘅。豪宅有關之琳提供住所，
黃家樂搬入去住，唔係租，係住喺一個以佢自己嘅男模收入根本負擔唔起嘅豪宅裏邊，司機接送有出入有車，唔使自己揸，唔使自己等的士，直接坐喺後座去到想去嘅地方。上流波場有關之琳出席嘅場合係香港最頂級嘅社交活動，名流晚宴、慈善晚會、品牌活動，呢啲場合普通人根本冇資格入場，但係跟住關之琳呢，就可以昂首闊步走入去，同香港最有錢有勢嘅人握手寒暄。想象一下嗰個畫面，波場入邊燈光璀璨，香檳杯碰撞嘅聲音此起彼落。關之琳着住晚裝珠光寶氣，每行一步咧都係全場焦點嘅。咁黃家樂跟喺佢側邊，西裝筆挺，高大靚仔，但係望落去咧係跟班嘅位置，唔係並肩嘅位置。有人同關之琳打招呼，眼神掃過黃家樂，略略點頭，然後繼續同關之琳傾偈。黃家樂企喺旁邊，手執香檳杯，微笑沉默。全港傳媒用咗3個字形容佢：軟飯王。仲有另一個稱號，女王御用跟班。呢2個稱號喺2000年至2004年呢4年間，係黃家樂喺香港娛樂圈最主要嘅標籤。唔係靠作品，唔係靠才華，係靠女神嘅光環，係靠跟住女神嘅背影行走，係一個本來唔屬於佢嘅世界。2004年4年之後，關之琳同黃家樂分手，冇戲劇性嘅公開撕破臉，冇傳媒直擊嘅激烈爭吵，就係分手，乾手淨腳，清清楚楚。女神走咗，豪宅唔係佢嘅，司機唔係佢嘅，波場嘅入場券唔係佢嘅，上流社會嘅人脈唔係佢嘅，呢一切從來都唔係佢嘅，係女神嘅。而女神離開嘅時候，呢一切全部都跟住女神走咗。黃家樂剩低嘅係乜？係4年前嗰個自己。好少人知道黃家樂喺同關之琳分手之後，喺娛樂圈幾乎銷聲匿跡，唔係慢慢淡出，係急速消失，就好似從來冇存在過咁。女神走咗啦，舞台熄燈啦，掌聲停咗，佢亦都消失咗。呢種消失唔係普通嘅退休，唔係普通嘅轉行，係一種證明佢喺呢個世界入邊嘅存在感係完全依附喺關之琳身上嘅。女神在，佢在；女神走，佢唔在。冇關之琳，冇黃家樂，就係咁簡單，就係咁殘酷。黃家樂嘅故事係香港娛樂圈食軟飯男宿命嘅最完美示範，唔係話食軟飯係罪，唔係話靠女人生活係錯，但係有一樣嘢係現實，當你嘅存在感、你嘅社會地位、你嘅生活質素全部都係建立喺另一個人身上嘅時候，你就冇辦法獨立存在。女神係你嘅根，女神走，根就拔起，冇根嘅樹係站唔住嘅。黃家樂企咗4年，企得高大靚仔，企得昂首闊步，但係女神一走即刻倒，跟住女神可以上天，失去女神即刻打返原形。呢個道理黃家樂用4年時間親身示範。軟飯食得一時，食唔到一世。黃家樂嘅故事話俾我哋知，靠女人嘅男人最終係冇着落嘅，失去女神打回原形，呢好似係女尊男卑關係入邊男方嘅必然結局，但係最後一個男人徹底推翻咗呢個定律。佢唔係靠女人起家，唔係靠女人嘅光環行走世界，但係佢確確實實係女尊男卑嘅關係裏邊走出嚟嘅。佢被香港娛樂圈地位最高、最強勢嘅女人之一，掃出咗淺水灣豪宅，所有人都以為佢玩完，所有人都以為冇咗刀姐，佢剩低嘅係零。但係16年嘅坐監結束之後，呢個男人冇打回原形，相反呢，佢遇到咗一個女人，一個令佢第一次感受到自由係咩味道嘅女人。呢個女人呢，細佢16歲，靠自己一手一腳打出半億身家，而家全香港呢都叫佢網絡街市天后。佢係點樣出現喺女方嘅生命裏面？刀姐掃走嘅男人
係點樣變成人生贏家嘅。呢個故事係今集最後一個，亦係最令人估唔到嘅一個反轉啦。第5對係鄭裕玲同呂方。講到呢度，我哋已經見識過4種女尊男卑嘅結局。肥姐咧就用命去搏啦，換嚟忘恩負義嘅。喺邵美琪托舉7年，換嚟一句廢掉嘅承諾。郭開瑩、林文龍各玩各，假面演到一個境界。王家樂跟住女神4年，分手之後打回原形。4個故事，4種結局，但係有一個共同點啊，男方咧都係輸家啦，唔係輸喺道德上，就係輸喺結局上，唔係俾人唾罵，就係銷聲匿跡。但係最後呢個男人唔一樣，佢被香港娛樂圈最強勢嘅女人之一掃出門口，被全港傳媒睇死，被所有人以為玩完，然後佢笑咗出嚟，笑得比任何人都甜。呢個男人呢係呂方，鄭裕玲，刀姐啦，喺香港娛樂圈。刀姐呢個稱號呢係有特殊分量嘅，唔係隨便叫嘅，係一個江湖地位，一個資歷認證，一個圈內圈外都認可嘅尊稱。鄭裕玲由70年代入行，橫跨電視、電影、主持3個範疇，樣樣做到頂。真澤師兄、表姐、你好嘢係佢嘅代表作，但係佢嘅江湖地位早就超越任何一部作品。佢係香港娛樂圈嘅制度本身係一個傳奇，係後輩見到要叫一聲刀姐，然後恭恭敬敬讓開條路嗰種存在。喺生活上面咧，刀姐出名自律，早瞓早起，飲食嚴格，作息規律，一切都係精密計算過嘅。佢對自己嘅要求極高，對身邊人嘅要求亦係一樣。而呂方係咩人？情歌王子，把聲靚，唱情歌，有獨特嘅磁性，係80、90年代香港樂壇嘅代表性男歌手之一。但係論地位，呂方係唔及鄭裕玲嘅。論身家差得遠，論身高咧，呢個係全港傳媒最中意提嘅一點。兩個人站埋一齊咧，係非常視覺化嘅高低對比。就係呢兩個人喺1991年喺一個意想不到嘅地方擦出咗愛火。1991年，吉隆坡踩單車，一場意外嘅愛情。1991年，香港某電視台策劃咗一個節目。地點係馬來西亞吉隆坡，內容係踩單車。呢一種戶外活動型嘅拍攝係最容易令人卸下防備嘅環境，唔係正式場合，唔使端莊，唔使維持形象，可以流汗，可以狼狽，可以笑得放肆。就係喺呢個環境入邊，呂方遇到鄭裕玲，佢冇因為對方係刀姐而畏縮啦，相反，佢主動出擊。靠嘅唔係外形，唔係地位，係幽默感，係嗰種可以令一個平時極度端莊自持嘅女人忍唔住笑出嚟嘅幽默感。好少人知道刀姐係點樣被呂方打動嘅，唔係因為佢有幾靚，唔係因為佢有幾成功，係因為佢可以令刀姐喺最放鬆嘅狀態下真真實實咁笑。喺一個所有人都對刀姐不恭不敬嘅世界裏面咧，呂方係嗰個可以同佢插插嘴啦，講下笑話，令佢唔使時時刻刻都係刀姐嘅人咧，呢種感覺係珍貴嘅。1992年公開拍拖震驚全港。1992年啦，兩人正式公開戀情，消息一出，全港譁然。唔係因為唔好，係因為太出乎意料。傳媒第一個反應係嗱，呢兩個人認真，然後係身高差距幾大，身家差距幾大，地位差距幾大，長短腳之戀呢個稱號即刻喺香港各大報章出現，唔係惡意，係一種香港傳媒獨有嘅帶住少少束縛嘅描述方式。佢哋確實係一高一矮，係視覺上最直觀嘅唔夾，但係兩個人冇理呢啲說法，就係咁拍落去，一拍咗16年。16年，由1992年到2008年，喺外人眼中呢一段感情係穩定嘅，係長久嘅，係值得羨慕嘅。香港娛樂圈幾多段感情都係幾年就玩完，但係呢兩個人16年呢仲係企喺度，但係好少人知道呢16年入邊係發生過乜嘢嘅。刀姐嘅生活方式啦，
係極度自律型嘅，早瞓早起係硬性規定啦。幾點瞓幾點起唔係話下就話下啦。飲食嚴格，唔可以亂食啦。社交活動要符合佢嘅標準，生活節奏要同佢嘅時鐘同步。而女方係咩性格？女方係嗰種中意夜生活、中意飲酒應酬、中意同朋友痛快玩一晚嘅人。一個係凌晨11點必須熄燈嘅人，一個係夜晚11點先熱身嘅人。兩個人試過遷就，試過磨合，試過用愛情去填平呢條生活方式嘅鴻溝。但係16年落嚟，呢條鴻溝唔係填平咗，係越嚟越深。女方事後接受訪問，講過一句好直接嘅說話，描述呢段感情。佢話呢16年好似坐監咁，坐監唔係輕描淡寫嘅比喻，係一個男人喺關係裏面真實感受到嘅壓迫，係一種規條太多，自由太少，每一個決定都要符合另一個人標準嘅窒息感。但係佢坐咗16年，因為佢仲係愛刀姐。2008年，香港遭遇金融海嘯，呢一年係香港好多人嘅財富噩夢，股市暴跌，資產大縮水，無數人一夜之間輸掉積蓄。而就係喺呢一年，女方同鄭裕玲之間爆發咗一個壓垮駱駝嘅最後稻草。坊間流傳一個講法，女方喺金融海嘯期間擅自挪動咗刀姐嘅部分資金用嚟炒股，結果輸到身家大縮水。刀姐知道之後震怒，唔係一般嘅震怒，係一種涉及金錢、涉及信任、涉及尊嚴嘅深層震怒。對一個生活極度自律、對資產管理極度嚴謹嘅人嚟講，自己嘅錢被另一個人擅自挪用去炒股輸掉，係一種多層次嘅背叛。唔單止係金錢上嘅損失，係信任嘅崩塌，係對佢生活掌控權嘅侵犯。刀姐做咗一個決定，快狠準，將女方掃出淺水灣豪宅。想象一下嗰日嘅畫面，淺水灣豪宅入邊，陽光透過落地玻璃窗灑入嚟，維港嘅景色喺窗外靜靜展開。女方站喺客廳中間，行李喺旁邊。刀姐唔在場或者在場，但係背對住佢，唔需要長篇大論，唔需要激烈爭吵，一切已經說完，門關上。16年就咁結束16年，一個決定，行李門關上咗，外面係香港嘅陽光燦爛得似是嘲諷。2008年，兩人正式宣布結束16年情，官方理由係生活作息唔夾4個字，16年換4個字，全港傳媒鋪天蓋地報道。圈內圈外，所有人都覺得女方呢次係真係玩完，冇咗刀姐，冇咗淺水灣豪宅，冇咗16年嘅感情依靠，呢個男人而家剩低乜？答案係比所有人估計嘅都要多。人生贏家第一章，坐監完，第一次呼吸到自由。分手之後，女方冇崩潰，冇消沉，冇喺傳媒面前訛訴。相反，據悉佢嘅狀態係鬆咗口氣，唔係唔傷心啦。分開一段16年嘅感情，點可能完全唔傷心？但喺傷心之下，係一種久違咗嘅感覺，自由。夜晚可以出去，唔使計算幾點要返到，朋友就叫飲酒，可以去，唔使請示。生活節奏啦，可以係自己嘅，唔係另一個人強加俾自己嘅。呢種自由係佢喺坐監16年之後第一次重新感受到嘅。但係女方嘅故事唔係就咁完結喺重獲自由呢度，因為嚟緊咧佢遇到咗一個人，呢個人改變咗一切。伍衛寶，香港人叫佢 Rainbow。呢個名喺香港創業圈入邊係有份量嘅。Rainbow 咧係女方呢一段新戀情嘅女主角，但係佢唔係傳統意義上嘅富婆，唔係富二代，唔係靠家族繼承財富嘅女人，係靠自己一手一腳打出嚟嘅女強人。佢創辦咗香港嘅網上買餸外賣平台 Fresh to Go。喺網購買餸呢個概念仲係新鮮事嘅年代， Rainbow 已經睇到呢個市場嘅潛力。入場、創業、推廣、擴張，傳媒封佢為半億網絡街市天后。半億係半億，
唔係幾百萬，唔係有少少積蓄，係傳媒經過採訪同調查之後估算出嚟嘅半億身家。而 Rainbow 咧係細女方16歲嘅，16歲。女方上一段感情入邊係同一個比佢年長、比佢更有地位、更有資源嘅女人相處。呢一次係一個比佢年輕16年，但係靠自己打出半億身家嘅獨立女強人。好少人知道呢兩個人正式曝光嘅時候，傳媒報道嘅角度係幾驚訝，唔係女方靠緊新女友嘅角度，而係呢個女人係認真咁中意女方嘅角度。因為 Rainbow 唔係嗰種需要靠男人嘅女人，佢有自己嘅事業，有自己嘅財富，有自己嘅世界。佢選擇女方係因為中意，唔係因為需要。而家咧將兩段感情放埋一齊對比，都姐嗰段咧係強勢主導嘅，規條極多。女方咧要按對方嘅時鐘生活，形容自己坐監坐咗16年，最終咧被掃出豪宅。Rainbow 呢段完全係另一個世界，兩個人平等相處，互相尊重。女方保留自己嘅生活節奏，第一次喺一段感情裏面感受到自由，最終活成人生贏家。呢個對比係咪好諷刺？都姐當年呢掃走女方啊，係以為掃走咗一個累贅、一個炒股輸咗錢嘅男人啊，一個同自己生活方式唔夾嘅伴侶。但係好少人知道，都姐掃走嘅係一隻放出去就會飛嘅鳥，係一個喺坐監環境裏邊壓抑咗16年，一旦獲得自由就可以重新呼吸嘅人。更令人估唔到嘅係，女方喺呢一段新感情裏面揾到嘅唔單止係愛情，係一種被平等對待、被真正接納嘅感覺。Rainbow 唔會要求佢幾點瞓 ，Rainbow 唔介意佢去飲酒應酬 ，Rainbow 有自己嘅事業要忙，唔需要時時刻刻管住佢。兩個人嘅相處係建立喺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嘅基礎上，係女方喺上一段16年感情裏邊從來冇感受過嘅。而家嘅女方唔係被掃走嘅失意男，係一個有人愛、有自由、活得鬆動嘅男人。全港所有人當年睇死佢，話佢玩完，點知佢笑咗出嚟，笑得係今集5個男人入邊最甜嗰個。都姐以為掃走嘅係海罪，但係其實係放生咗一個人生贏家。呢件事係唔係都姐嘅錯？唔係，每段感情都係兩個人嘅選擇，都係有緣由嘅結束。都姐對自己生活嘅要求，對感情嘅標準係佢嘅權利，唔係錯。咁但係有一樣嘢係呢個故事最大嘅諷刺，有時候一段感情嘅結束唔係失敗，係解脫，係對一方嘅解脫，亦係對另一方嘅解脫。女方喺都姐身邊嘅16年，係壓抑嘅16年，係規條嘅16年，係坐監嘅16年，但係離開之後，佢遇到 Rainbow， 遇到自由，遇到一種更適合自己嘅愛情。都姐以為掃走嘅係擾罪，點知係放生咗一個人生贏家。有時候離開一個女人唔係終點，係起點，而真正嘅贏家從來唔係留喺原地嗰個，係離開之後仲可以繼續飛嗰個。講完今集5對。每一對都係一個時代嘅縮影，每一對都係香港娛樂圈30幾年嘅集體記憶。除咗今集5對，值得一提嘅仲有梅艷芳同近藤真彥嘅異國戀情，係另一種女尊男卑嘅悲歌。葉玉卿同幾段感情嘅起伏，亦都係香港娛樂圈女強人情路嘅另一個注腳。呢啲故事有機會再同大家細講。肥姐用條命去托舉一個男人，換嚟嘅係忘恩負義；趙美琪用7年青春去等一個承諾，換嚟嘅係背叛離場。郭可盈同林文龍各玩各，假面到底，將夫妻呢個詞演繹成一盤生意。王家樂跟住女神4年，失去女神打返原形，證明軟飯食唔長。只有女方被掃出豪宅，卻笑到最後。活成咗人生贏家。女尊男卑呢個遊戲
輸嘅從來唔係男人，而係以為愛情可以靠資源換嚟嘅女人。托舉得越高啦，有時候對方飛得越遠，控制得越緊，有時候對方走得越決絕，或者真正嘅人生贏家係識得幾時離場嗰個，係識得喺離場之後重新出發嗰個。你覺得呢5個男人裏邊邊個先係真正嘅人生贏家？定係你認為仲有邊對應該入選今集？留言話我知，我想聽下大家嘅睇法。今集嘅影片就到呢度，如果你覺得有趣，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下集我哋繼續講香港娛樂圈嘅故事，我哋下次見。